官司是要花钱的，没钱，哼，打什么官司？小。你们京城来的人，最在乎的是这个面子。你就跟他认真的说明白，就说我有很重要的任务在身上，我必须得吃饭。这不像话！我又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我们是这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得想想办法。将军，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也算是将军。如果你见到大人物，请记得在他们面前提一提我李多光的名字，提一提。他就应该发配去边疆充军。大人，求您给我们主持公道。